而家係咪笑我先？一個廣東嗨流見到飄雪有啲嗨唔係好正常咩？哦，難道你係成日見到落雪路啊？俾翻雞碎咁多浪漫情懷得唔得先？以前細個咧就俾我舅父整教我話，溫度零下咧就千祈唔好喺出邊暑暑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唔單止咧嗰篤薯薯一出嚟咧就會變冰條，凍住喺嗰條街度，速度唔夠快就會連埋工具唰一聲凍斷埋，俾大自然沒收。之後每次睇電視見到雪山咧，我都有種地震嘅感覺。呢度咧係格魯吉亞高加索三國之一，由我識得高加索地區開始咧，佢火藥桶個朵咧就幾乎都未搣甩過。格魯吉亞呢一度咧，的確可以感受到前蘇聯嘅錘嘅。當然，我就睇邊個都覺得似啦，特別係嗰啲大隻佬，係咪個個都似以前打街霸入面嗰個旋風手咁樣？呢度嘅人口咧，總體嚟講咧，女性多過男性嘅。其實作為男士喺呢度齋行街咧，你都會覺得好養眼，一街都係啲呢度把。你會不自覺咁樣去幻想唐師傅去咗女兒國嘅場景，但老實講，雖然佢哋嘅眼神好銷魂，但係我冇理由眼定定咁望住人，扎卡伊影都咪算啦，兜口兜面懟個鏡頭過去，好冇禮貌嘅。我係啦，據講呢度嘅女仔呢，傾偈就係好 open， 但係感情觀念呢，好保守嘅，有咗感情呢，就係奔住結婚去噶啦，都係嗰句啦，人家好女仔嚟噶嘛，你唔好諗住喺度搏大霧做渣男啊！喺東南部呢，有考古學家發現葡萄種子同埋殘渣係可以證明格魯吉亞人早喺6000年前呢就開始用陶罐釀造葡萄酒噶啦，所以唔好問就係飲得。充滿藝術氣息嘅城市第比利斯係好好記嘅，底比利斯嘛。但其實第比利斯嘅意思係溫暖嘅城市，因為相傳呢，伊比利亞國王雅克唐一世，冇錯，就係伊比利亞黑毛豬嗰個伊比利亞。雅克唐一世咧喺打獵嗰陣咧就射中咗隻野雞，佢諗住去執雞嗰陣咧就執咗隻落湯雞。喂，唔係喎，呢隻落湯雞熱噶喎，原嚟隻雞跌咗落個溫泉度啊！阿國王咧梗係順便自己都浸埋落去啦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為咗可以咧成日嚟暖粒粒啊，於是乎就決定啦喺度起個城市霸住佢，命名為第比利斯。而家你嚟咧仲有得浸嘅，堅臭係硫磺溫泉嚟㗎，正嘢嚟㗎。喂，睇我條狗路。點解話呢度好有藝術氣息咧？你唔好嘈得唔得啫？我講緊古仔啊！點解話呢度好有藝術氣息呢？就係真係個個都音樂繪畫手工藝都有啲料到嘅。單車運動會啊呢個。哦，喂，冇着衫喎，兩個都睇唔清啊！呢個景點呢就叫做木偶鐘樓，大街上嘅童話世界。我就播唔到隻木偶出嚟報時啦。不過呢個不規則嘅設計呢，我真係幾中意。我有種睇童話公仔書突然入咗去書入邊嘅感覺。仲記唔記得我頭先話高加索地區有個朵叫火藥桶啊？格魯吉亞呢，原嚟係屬於前蘇聯嘅，所以其實曾經同阿大毛呢都好老友。喺卡茲別克嘅呢個友誼紀念碑呢，就係佢哋 friend 過嘅證明啦。曾經有人提出過，不如拆咗佢佛咒啦。真係拆咗，我哋而家就睇唔到咯。格魯吉亞北部城市卡茲別克接壤俄羅斯，到處都係山。呢個係朕為你打下嘅江山，光脫脫嘅山。有時候我真係喺度諗，一個小國俾啲大國圍住，究竟要點樣定位自己呢？完全唔出聲，有可能會俾人恰到上心口；大聲啲呢，佢哋又會覺得我冇禮貌，要喐我。天下樣樣皆為利往。再唔妥都好，隔離鄰舍完全唔往來唔做生意，又好似好笨實咁。不過你都咪話大雪大山，生意都唔係咁容易做嘅。你都唔好話我哋自己讚自己。幫口呢，我哋一家唔知一家事，但係幫手我哋國家呢，就真係不遺餘力。山路難行，唔好愚公移山啦。中國中鐵隧道局幫你對穿牆，係咪？係對穿山。一條南北走廊隧道幫你彎路變大直路，外邊大雪都冇有使驚。1個鐘車程變20分鐘，你都咪話唔爽。想家嗎？但是如果這條隧道建好的話，能為格魯吉亞人帶來很好的生活，我覺得這是我們中國人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。講真啊，呢度景色真係好靚，人又好 friend， 仲要免簽，做，唔好做住啦，老細唔會錫住你嘅。去便利店買2包一次性抵還，訂張機票，出發係啦！
點讚係正能量。